第二個要介紹嘅思想陷阱叫做災難化思想 （catastrophizing）， 意思咧就係咧將一件事咧諗到非常之負面啦、嚴重啦，成日都會咧自己嚇親自己。例如咧有一個朋友咧，佢就遲咗嚟見你啦，跟住咧你就覺得佢梗係遇到車禍啦。又或者係咧仔女咧有一次默書唔合格，你就覺得啊今次咧就冇晒前途啦。有時咧甚至係自己咧身體少少嘅唔舒服咧，就即刻覺得應該係患上大病。呢一啲嘅思想咧都會令到咧自己好困擾啦，同埋會好多恐懼嘅。咁點樣去處理呢一啲嘅災難化思想咧？第一，問一問自己咧，究竟咧係咪一定係咁壞嘅情況啦？而咧其實自己有冇證據去證明咧係咁嚴重嘅件事？又有時咧回想一啲咧以前過往嘅經歷，例如都有朋友遲到啊，佢只不過係搭唔到一班車而唔係遇上車禍。希望咧呢一啲嘅小方法咧都能夠幫助大家咧擺脫呢一種災難化嘅思想，少啲恐懼，多啲自由。